CD 唔識寫，send 完全部都石沉大海，來來去去都係個幾份工，覺得永遠揾唔到你想要嘅機會，成日見到啲唔中意嘅職位彈出嚟，搞到好氣餒。今日我哋就用3分鐘時間，教你點樣用 Offer Today 個 AI 智能，等佢成為你嘅個人求職顧問，用3招對症下藥，助你快人一步揾到份好工。第一招就要幫你份 CV 扮靚，好多人唔識點寫好工作經驗。我哋而家有 AI 幫到你喺工作經驗、工作描述呢度輸入文字，我係一個行政文員，負責接待訪客、接聽電話，跟住撳 AI 生成，揀多幾個合適嘅推介技能詞，譬如行政支持、辦公室管理、考勤管理。之後 AI 會重新生成一個職位描述，比之前自己簡陋嘅版本好好多。然後我哋可以選擇覆蓋、替換咗原來嘅描述。當然，如果你對 AI 今次生成嘅版本唔滿意，可以撳重選重新生成，跟住撳完成，就可以得到一段專業嘅工作經歷。第二招，我哋要教識個 AI 演算法，等佢更加認識你，幫你匹配更啱嘅工。關鍵在於點樣俾正反饋同負反饋佢知。首先，你去到職位個頁面，撳右上角個放大鏡，輸入你心水職位，再撳全部篩選，跟住每個篩選類目你都可以慢慢揀，對準你自己嘅要求。譬如喺工種度揀行政及辦公室助理，然後撳應用、工作地點、僱員形式都係咁話。發佈時間呢，建議你揀過去14日，咁就可以睇到最新出爐嘅職位。將福利待遇、意向行業等全部篩選條件 set 好之後，撳應用，系統就會彈出同你嘅要求好夾嘅職位。注意，有啲職位會有 tag，譬如回覆快、最新小火箭，代表老闆活躍，呢啲都可以特別留意下，係優質職位嚟㗎。只要你撳入去睇下個職位簡介，呢個點擊查看嘅動作就已經係一次好積極嘅正反饋啦。個演算法就會知道，你對呢類工有興趣喎，咁就會同你推介多啲類似嘅職位。見到合心水嘅職位，直接撳立即聯絡同老闆傾偈就得。喺職位描述頁面，你會見到有啲紫色星星標記，呢啲就係 AI 界面嚟㗎。撳一撳就可以用到 DeepSeek 加持嘅 AI 助手，幫你諗定一啲你有興趣嘅問題去問老闆。撳完條問題就可以直接通老闆開始對話。呢啲動作同樣係好重要嘅正反饋。你俾多啲正反饋個演算法，佢就會越嚟越精靈，越嚟越知你中意乜嘢類型嘅工作，之後就會推薦更多你心水嘅好工俾你。第3招，我哋要開始訓練 AI 演算法嘅負反饋。負反饋係咩呢？即係當你見到一啲你唔中意嘅職位，譬如兼職或者人工偏低嘅職位，你就可以撳右上角3個點，選擇不合適、公司不合適，咁樣個演算法就會記住你嘅偏好，以後少啲推薦類似嘅職位俾你。之後只要你訓練幾日個演算法，個 AI 就會慢慢成為你嘅得力助手，幫你更精準咁揾到心水好工㗎。另外提多你個小技巧，記住撳打開 WhatsApp 通知，咁你就可以透過 WhatsApp 直接接收到僱主回覆同最新通知，唔會睇漏任何好機會。快啲試下喺 Offer Today 咁樣訓練個 AI 工具，等佢成為你揾工路上嘅好拍檔，早日揾到適合你嘅理想工作啦！Follow 我哋，獲取更多職場 tips，下載 Offer Today，即刻開始訓練你個 AI 工具。